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谈解约的事情。其实我看出来了，你做好决定了吗？我有女朋友，而且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想，我对出道已经没有兴趣了。顾时一，你的发布会，歌都没唱一首，扔下媒体观众，拉着人跑了。你这一跑倒是痛快，知道我们是怎么给你收拾烂摊子的吗？啊！来，你看看搜索的词，顾时一女朋友，顾时一女朋友是谁？顾时一发布会，你看看啊！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操心的艺人，还没出道，搞这么一堆破事儿。你知道他女朋友谁吗？互相掩护是吧？没关系的，社长。我之前也说过，我们不会干涉艺人的私生活。这次发布会虽然出了点岔子，不过效果倒是出奇的好，大家都很好奇，热度也跟着上去了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。过几天我会组织一个晚宴。你让宣传部门多打点一下，多把关注度放在顾时一身上。时一，把你女朋友叫来吧，闯了这么多祸，也是时候该见见了。但这2天，我心情也很沉重。死去的那个人太无辜了，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这件事给公司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。事情一出，公司要面临的问题太多了，我也没法一一跟你们解释。现在能说的就是，希望你们还相信公司。不要受这件事情影响，啊！都出去吧。时一，你留下来，我想和你单独聊聊。我想知道，对于未来你有什么规划？其实今天我来，我会把之前的工作做完。我不想连累团员和公司。我们无法知道一生中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经历过什么，得到过什么。但是我相信，你所做的决定一定有你自己的道理。啊，你来啦！哇，全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啊！丽哲，你下次没必要绕那么远的路，特意买这些我喜欢吃的，挺麻烦的。不麻烦，只要你喜欢吃的，不管多远，我都会带来给你。你没必要这样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永远不能成为你心中期待的那个人。不管你是不是那个人，不管你会不会回应我的期待，我现在连买东西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我走了。
喂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找雪姬。找雪姬干嘛？找雪姬还需要理由吗？我认识她很久了，在认识你之前，我就知道她的秘密，比谁都了解她的身世。那又怎样？我认识她更久。你俩在哪儿认识的？梦里。请问是给我买了个蛋糕吗？当然是给自己买的了。啊？谁会给你买啊？每天这么多人送你。可是这么大一块蛋糕，你确定自己一个人吃啊？确定啊。想吃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过2天可能要去法国处理点事情。那李哲呢？他跟我一起回去啊。那你还回来吗？当然了。不会移情别恋了吧？哇，怎么可能啊！喜欢你1000年都没有变心的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就去10天，10天之内我就回来啦。我又不关心你去多久，就随便问。那我也就随便说说喽。啊，关机了。啊，那个我要起飞啦，下飞机我跟你说。拜拜。